为爱转动，翻转教育，赞！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以及教师会透过会员投票，选出今年度教育新闻代表字“转”。理事长陈伟云表示，“转”这个字会当充分反映到台南市教育现况以及教育工作者的心声，也敦促教育局改善教育环境，保障学生以及教师的权益，以提升教育品质。望未来一冬会当调整教师休假天数，编列行政人员加班费，甲教师全面注射流感疫苗等。请我们的会员投票，大概有上百位的会员，几百位的会员，然后大家投票，最后选出来的是我们的一个“转”这个字号。我们就希望说，我们台南市的教育不断的在做一些变动。那其实大家也知道，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教育方式都已经有很多的一个改变。那这样的改变，说真的，老师本身要有很多的一个调整。那老师在调整的过程中，其实最不应该变的就是对教育的这一个爱。所以我们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即使受疫情的关系的影响，但是老师的部分还是可以不断的有一些精进，不断的有一些努力。所以我们在选出来这个字叫做“转”，就是希望在转动的过程中，事情的转动过程中，不断的在去做这个翻转的教育，让教育可以更进步，更有一些前瞻性。记者会期间，教育产业工会特别邀请台南市家长联合会、中小学家长协会、大台南家长协会、台南市家长协会以及议员寇友玲、卢坤福、吕维应、李正国、沈正东、陈怡贞、蔡旺全、李启维、蔡小维、丁郎共同为台南市教育界发声。新年度的校长遴选办法里面，这里面也有一些条文必须做一些修正，还有做一些修改的地方，让制度更好。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机。老师就是老师嘛，这个疫苗在打，公费跟自费无分，4条以下就比较经济较好嘛。好，所以这个我希望这部分要这个列为，只要是你是老师，就以公费的部分来施打。代理教师其实曾认为收回教师其实也是都有一个其他县市都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所以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代表着代理教师的一个权利也应该要被教育局来去被重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想我们每一个议员关心在教育每个议题的部分上，也希望说教育局长应该要重视到不同的一个教学、教师及学生的权利跟福利待遇。针对各项建议，台南市教育局长陈新辉强调，教育局会努力在做，也会继续争取经费，往诉求的目标迈进。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